是什么这么牵着我的心？是什么这么萦绕我的魂？是那佛光笼罩的金色神灵，是朵朵祥云的家，是那佛光之息传来的声语，引领我这颗朝圣的心去。来世的心灵，是什么这么牵着我的心？是什么这么萦绕我的魂？是那佛光笼罩的金色神灵，是祥云的家，是那佛光之息传来的声语，引领我这颗朝圣的心去。来世的心灵，引领我这颗朝圣的心去那人别地灵的地方沐浴我今生来世的心。